Just delay，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喇嘛尊者膝盖手术后恢复迅速；达喇嘛尊者致函祝贺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新任主席；中国政府加强限制和削弱藏语的使用；司政边巴次仁与加拿大藏人共同庆祝美国颁布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次仁央金被任命为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代表。驻日本代表斯旺加布阿若亚在东京出席国际宗教自由峰会。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会晤美国常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2名私人医生于本周三7月24号通过尊者的官网发布通告，向藏人民众和世界各地的信众更新了尊者的健康状况。2名医生在通告中指出，达喇嘛尊者膝盖手术后已进入第4周，手术切口也完全愈合，没有任何并发症状。尊者的法体正在朝着良好的恢复阶段迈进。医生们对尊者康复的速度非常满意。此外，达喇嘛尊者于本周一7月22号致函罗伯特·索美拉女士和乌苏拉·冯德莱恩女士，祝贺他们再次被当选为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的主席。达喇嘛尊者在贺函中表达了他对欧盟精神的极大钦佩，并强调这种精神在60多年的时间里维护了成员国之间和该地区的和平。尊者进一步指出，本着2战后和解与合作的精神，欧盟认为共同利益比个别国家的利益更重要。同样，这在一个日益互相依存、充满挑战的世界中，展现出了一种智慧和成熟感。达喇嘛尊者在贺函的最后祝愿2位领导人在任期内一切圆满顺利，确保欧盟继续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强大榜样。另外，根据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于本周三7月24号发布的消息，中国政府正在西藏境内努力限制和削弱藏语的使用普通话取而代之。包括中国知名的应用程序抖音在内的社交媒体平台正在屏蔽和限制使用藏语文，而中国当局没有对这些行为做出任何回应。当前，直播已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在线零售渠道，但由于相关直播平台限制使用藏语，因此藏人直播主正面临着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的歧视。这些社交平台包括快手、霹雳霹雳和全球说等主要的社交网站。根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报道指出，西藏境内的藏医在线资讯平台也正面临无法使用藏语的困境。一名藏医最终被迫关闭了他的在线资讯平台。2002年，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也发布消息称，多语言学习应用程序全球说和视频应用程序霹雳霹雳其从平台上删除了藏语帖子。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报道还称，快手对藏语实施了严重的限制。当前，除了对藏语主流媒体的限制外，西藏的网民还注意到，上述社交媒体对使用藏语写评论也进行了限制。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报道指出，中国政府不保护藏人在上述网络平台上使用藏语和藏文的权利的原因之一，是这些限制符合中国政府系统性的消灭藏语言的政治图谋，同时逐步以普通话取代藏语，成为西藏的主导语言。总部位于美国的自由之家在2024年发布的世界自由报告中指出，中国各地实施的网络审查和监控系统在西藏实施的更加严格，而微信等应用程序上与西藏相关的关键词的审查也变得更加复杂。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六7月20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出席了当地藏人社区举办的3项庆祝活动，
继达赖喇嘛尊者的膝盖手术成功治愈，美国总统签署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以及加拿大众议院近期一致通过支持西藏自决权的议案。司政边巴次仁在庆祝活动上致辞时，着重概述了第16届噶夏的执政策略，旨在倡导和正视西藏在历史上独立地位，以及加强维持中间道路政策的重要性。司政还进一步谈到了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和加拿大众议院近期通过的支持西藏自决权的议案。加拿大国会议员詹姆斯·马洛尼在活动上发表讲话时，重申了他和他的同事们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同时介绍了加拿大众议院最近通过的支持西藏自决权议案的相关情况，并对美国颁布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向西藏人民表达了祝贺。另外，根据藏人行政中央噶夏秘书处于本周三7月24号发布的通告，宣布任命选举与公务员选任委员会秘书长次仁央金为达赖喇嘛尊者及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的代表。次仁央金目前在担任藏人行政中央选举和公务员选任委员会秘书长。此次任命根据公务员选任规章制度第19条之第1款规定，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国办事处的代表必须由噶夏在司政和各部门的见证下任命为达赖喇嘛尊者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外代表。次仁央金秘书长于1995年加入藏人行政中央公务员行列，先后在宗教与文化部、财政部、卫生部、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噶夏秘书处和外交与新闻部担任过多项重要职位。此外，总部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组织与其他国际和地区协办方联合于本周一7月22号在东京大谷酒店会议厅举办了2024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峰会，深入讨论了亚洲地区的宗教自由和其他相关问题。与会的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次旺加布阿若亚博士在发表讲话时，向与会各方代表简要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以及70多年来中共政权如何持续破坏西藏的身份、文化和宗教自由。他还谈到了中国政府对西藏寺院的破坏，以及当局对西藏宗教事务的蛮横干涉，特别是在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方面的干涉。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前无任所大使山姆·布朗贝克和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卡里特纳·兰托斯·斯威特主持了为期1天的峰会。与此同时，日本西藏之家和亚洲民主运动于上周六7月20号在东京的市民中心组织了一场讲座活动和新闻发布会。西藏教育与社会学家加洛博士、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兼西藏行动中心亚洲区项目经理多杰次丹，以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丹增明烈和次仁多杰，向日本各界人士着重介绍了中国在西藏开办的寄宿制学校和同化政策。驻日本代表曹旺加布阿若亚博士在致辞时，主要介绍了美国政府近日颁布的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的重要性。他还向与会者颁发了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的日文译本，并宣读了其中的重要条目。研究中国对西藏的同化教育政策方面的权威专家加洛博士在活动上介绍了中国在西藏各地大肆开办的殖民式寄宿制学校，以及该政策的开始和演变过程，并且以3个阶段分析向与会者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加洛博士和他的团队日前还在明治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发表了演讲，并拜会了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下村博文议员。期间，加洛博士向他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并呼吁日本国会加大对西藏的支持。请继续收看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赤列去吉于本周三7月24号在日内瓦会晤了美国常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使米歇尔·泰勒，传达了西藏人民对美国通过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的感谢，并向大使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恶劣的人权状况。在会晤期间，赤列去吉还代表瑞士、列支敦士登、德国、奥地利、意大利、
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的藏人社区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达了感谢，并指出中欧和东欧的藏人正在庆祝并感谢美国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运动的支持。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是西藏自由运动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将为藏人继续争取正义、永不放弃带来新的动力和勇气。米歇尔·泰勒大使在官邸欢迎了代表团的到来，并承诺将向拜登总统传达藏人的谢意。大使还询问了达赖喇嘛尊者的健康状况，并祝愿尊者早日康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